夜里，动物们找到了老徐他们留下的冬青。他听到了什么，或者只是感受到了什么？第二天，我们在不远处发现梅花鹿的尸体。东北虎10月已经開始在這片區域狩獵了。他來回行走留下的腳印，說明他對這片區域感到滿意。最重要的是，10月是一隻雌虎。雌虎，它需要找一個非常好的一個環境，一個棲息地來定居撫育後代。雌虎定居，真正的意味着老虎會有未來。一個地方，如果你只有50隻梅花鹿或者200隻狍子，你只能支撐這隻老虎生活1年。如果你說它每年都有這麼多獵物吃的話，那麼你要10倍的這樣的基數才能支撐，這就意味着你需要500隻左右的梅花鹿和2000隻左右的狍子才能支撐一隻老虎的生存。所以說，一個森林生態系統要養活這500隻梅花鹿，那麼你這片森林它的整個的森林結構也非常的完整。